来关心美国进前讲要对台湾加扣关税，国内养殖业者就烦恼讲会去冲击到外销。今日总统赖清德是专工去到家己和业者来座谈，养殖协会呼吁政府谈判唔通牺牲农渔业。因那赖清德嘛讲，这行政院有推出880亿的支持方案，其中100亿就是拢要来照顾养殖业，嘛强调绝对袂牺牲任何一个产业。将阿美国加征32%关税对各行业的冲击，总统赖清德持续下乡。18号早时来到嘉义甲养殖业者座谈，再一次讲政府会用880亿支持受影响的产业，有9大面向20项的措施，其中养殖业的部分将会有100到200亿来支持照顾。养殖业者现在其实面临到的是放苗的季节，那在这个放苗季节，渔民其实内心是有疑虑的。那我要不要放？要不要照以前那样放？其实都很担心。目前还没有说减少的一个现象，只是在买气上有一点点的它已经在观望。中华民国养殖协会表示，新冠肺炎了后，台湾乌龟期在美国的市场为5-6成提升到8成，嘛希望这个对美谈判的时阵，唔通牺牲掉养殖业伤济。咱袂因为讲为了要去谈判，甲咱农业、渔业来牺牲掉的。袂有这个代志啦，所以咱来牺牲任何一个行业，迄对影响社会一部分的人，这唔是政府要去进行的工作。这组行政院释出880亿支持方案，一度传出规模的扩大。不过因澄清是调整内容，大方向未改变。总统嘛强调，政府未牺牲任何行业，会释出真侪措施来应应。上重要是要争取降低关税，过来就是国内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，嘛鼓励业者徛伫台湾来布局全世界，加强对美国的投资，让产品会当卖甲全球。公司新闻林慧婷、王柳婷、陈显坤嘉义报道。